今年4月到6月，这云门舞集要重新演出经典的作品《新团》，搁找朱宗庆打击乐团做回来表演。这也是朱宗庆对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热任董事长了后头一摆演出。大哥大声甲讲落，这是出名的打击乐师朱宗庆6年来的头摆表演。云门舞集今年创立50周年，要重新演出20年无演出的经典舞剧《新团》，找来过去合作上百遍的朱宗庆打击乐团伴奏。崔三林怀民甲朱宗庆做伙出席宣告记者会，讲到这届合作是因为去年4月的一个信息。林老师写简讯给我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有怕他后悔，好，然后。新团展现台湾先民查船渡湖水的冒险精神，也佮有乐土定景的欢喜。规出表演充满气势，朱宗庆为着准备这个表演，佮特别健身，希望会当有上好的表现。另外，朱宗庆嘛表示，顶个月甲团的仓库着火烧，伊嘛为新团的故事内底得到坚强面对的勇气。那这困难对我来讲呢，我就坚持以外，刚好演新团给我很大的力量，就好像我们在渡黑水沟走向另外一方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过程，我想，是的，这个舞给人家力量啊，我想这个舞给人家力量，你不是说你看得懂不懂的，已经不是这个问题。今年4月到6月，新团会连续伫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苗栗、嘉义甲台东演出。林怀民表示，这届已经是云门舞集第8代舞者来演出，望新人再现经典。记者林思豪、谢桂林报道。